啊，上较少的。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，安尼真好。莫讲我来啊，莫得哦，你安尼上好看。台湾倒位有困地亚工的传说，互人号做亚工血，所以当地吼出足侪秀才甲机灵。中华鹿港亚工鹿港在中华嘛，我感觉是中中华迄当阵出足你厝外景有去遐对吧？有出足济，有去用牙缸夹到无？种侪秀才啦，秀才哦啊，搁有迄机灵有钱的人，有钱的人，嘿，是直觉感觉是中华啦，我嘛。我咪感觉是讲台亚亚工我的感觉吼，是中华啦，中华哦。所以我有，我的答案是中华。恭喜哦！你讲吼有无？这个八卦山吼是东西向啦吼，爱长长哦，所以有人讲咱穿一尾加工啦，吼啊，伊上尾透到迄个大路街仔去，哦，所以人就讲迄是一个亚工血啦。哦，古早人讲这个地形吼，讲风水嘛吼，若有啥物血，啊伊遐会出高人啦，啊所以就讲中华出足济，较早像拄则讲的，以前啊秀才啦，吼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